大家好，我係大埔舊墟公立學校保護道中文科科主任江秀文。今日好高興同大家一齊分享跨課程閱讀點樣營造下良好嘅學習氛圍。我哋會係從兩個層面裏邊去分析下點樣從跨課程閱讀咧去進行一啲規劃同埋實踐。另一個層面咧，我哋就會去同大家一齊分享下點樣營造我哋嘅閱讀良好嘅氛圍。好多老師都會認為，作為一個語文科嘅老師，首要嘅任務就一定係提升學生嘅閱讀能力。但係我哋認為唔單止能力啊，應該喺閱讀嘅興趣，我哋都要去提升嘅。咁究竟香港嘅學生閱讀嘅表現係點嘅呢？喺2016年 PIRLS 嘅研究報告裏邊指出，香港嘅學生嘅閱讀能力係高於第3位嘅。但係香港學生嘅閱讀態度、信心同埋閱讀嘅投入程度都係非常之低嘅。我哋學校做咗個 Top 5嘅成績優異學生嘅研究報告，喺報告指出，課外閱讀同埋自覺嘅溫習係可以有效提升到佢哋嘅學習能力同埋學業成績嘅。參考中國語文課程指引有意義嘅學習同埋一啲嘅真實嘅學習情景咧，對於我哋嘅學生咧，其實係好有意義嘅。我哋學校好重視閱讀嘅。喺2016年，我哋見到 PIRLS 嘅研究，亦都做咗個 Top 5嘅學生嘅研究。跟住我哋學校咧就有一啲嘅校本課程，結合咗以上嘅因素，我哋發現我哋可以咧做咗個跨課程嘅閱讀，去提升咧學生嘅學習嘅興趣同能力。2014年開始，我哋喺12年班試行，跟住我哋喺2016-17年全級全面咁進行。直至到而家，我哋咧已經開始全面優化我哋嘅跨課程閱讀嘅課程。咁喺規劃方面，究竟我哋係點樣去做嘅呢？好多老師都會覺得，咦，跨課程閱讀，我哋要將唔同嘅課程結合嘅時候，唔同嘅科目進度會唔同嘅喎，教學嘅模式亦都好唔同。究竟我哋喺邊度做一啲嘅切入呢？課程嘅剪裁同埋增潤又會係點嘅呢？我哋又點樣協調到各科嘅學習能力呢？我哋學校就建構咗一個課程嘅框架，主要係以中文常識作為主導，配合返英文嘅科目，喺一個共同嘅主題之下，有一個嘅焦點同埋有廣泛嘅閱讀，當中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參與，例如我哋嘅家長同埋學校嘅圖書館主任咧，亦都會係幫我哋營造一啲嘅閱讀嘅文化。喺我哋嘅跨課程閱讀統整嘅課程框架當中，我哋會有5大支柱咧，去貫穿住成個課程㗎。第一個就係價值觀，跟住就係本地嘅文化、人文關懷、文學素養同埋世界視野。我哋嘅課程係貫穿住5大支柱，當中我哋融入咗自主學習策略同埋一啲唔同嘅思維技巧，讓佢哋咧去作出一啲深度嘅學習。我哋嘅跨課程閱讀圖書會有3層嘅架構。中文科嘅老師就會喺第1層裏邊精簡一啲嘅圖書，而第2層裏邊我哋會放置一啲主題嘅圖書喺課室裏邊，俾同學可以自由閱讀。第3層我哋就會喺圖書館裏邊咧，就會擺放一啲相關嘅圖書喺入邊，俾同學可以自由去借閱。咁至於我哋唔同嘅主題，我哋會點樣分佈呢？1年班我哋主要咧係以個人去出發嘅，跟住2年班就會去到親情，3年班認識下朋友，4年班去到社會，5年班就去到歷史，6年班我哋希望佢哋個視野咧可以再擴闊啲，去到咧探索世界。而我哋嘅類型亦都會由低年班開始，俾一啲嘅繪本啦，去到中間我哋亦都會俾一啲橋梁書，高年班我哋會以小説、散文為主嘅。喺跨課程閱讀嘅規劃當中，我哋會將中文、英文同埋常識嘅一啲課程指引做一個有機嘅連結。我哋都會咧針對翻每一個課程嘅特點，進行一個有機嘅整合。而跨課程閱讀嘅教學設計，我哋就會以生活化嘅學習內容，同埋一啲趣味性嘅一啲教學嘅活動，希望可以喺各科裏邊互補同埋一啲深度嘅學習。喺課程設計方面，我哋希望同學能夠代入翻我哋嘅主題，將情景脈絡去延展成為預習同埋學習嘅成果嘅課業。例如我哋以1年班為例子啊，1年班佢哋啱啱入嚟我哋嘅小學，我哋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喺中文、英文、常識科裏邊都學識點樣認識我哋嘅學校啦，認識我哋嘅老師。所以我哋就將呢3科嘅主題就貫連一氣啦。跟住落嚟，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低年班嘅事例。我哋以3年班生活多姿彩嘅教學設計為例，
喺中文科裏邊，我哋會教會呼吸的麵包與麵包師傅；而英文科我哋會睇一本故事書叫做《Kenny's Shopping List》；而常識科我哋就會將精明嘅消費者課題融入喺呢個單元當中。好希望學生能夠全面了解到正確嘅飲食觀同埋道德觀，希望佢哋可以喺呢個生活當中作出一個適當嘅選擇，能夠活出精彩嘅人生。喺常識科，我哋會先做一個預習，讓佢哋咧係打下咗一個嘅學習嘅基礎。我哋會以一個思維嘅教學，讓佢哋咧先諗下點樣做一啲嘅推測嘅後果，讓佢哋明白到原來喺了解購物嘅時候，應該要諗下點樣為之需要，點樣為之想要。希望佢哋可以建構一個良好嘅購買習慣。而中文科希望佢哋可以代入故事裏邊嘅角色，可以作出一個正確嘅抉擇，同時間亦都認識下一啲唔同嘅人物嘅描寫手法。佢哋要明白下點樣去刻畫一個人物嘅形象。英文科佢哋就會融會貫通，將中文常識科所學嘅嘢就會咧喺呢一個單元裏邊咧進行一啲嘅延展嘅學習。喺常識科裏邊，我哋嘅目標希望佢哋認識下一啲唔同嘅良心嘅企業，亦都明白到原來唔同嘅生產背後有啲不公義嘅故事，亦都希望明白到一啲嘅道德嘅消費同埋人道嘅關懷。同時間，希望佢哋喺常識科裏邊學識咗 CNS 嘅推測後果嘅技巧，將佢哋喺中文嘅寫作裏邊咧可以融入到喺當中嘅。而中文科頭先我哋講咗，希望佢哋可以咧喺一啲人物嘅描寫手法上高咧，去明白到作者點樣可以咧細節咁樣去刻畫人物嘅形象。同時間亦都希望能夠咧明白到點樣去作出個抉擇。咁究竟常識科同中文科點樣做一個高度嘅結合呢？首先，常識科裏邊佢哋會有一個輸入，明白到原來一件嘅產品其實係有成本嘅概念嘅喎。跟住佢哋會喺中文科裏邊學習到原來每一樣嘅物品都有一個成本嘅概念嘅時候，佢哋明白原來買麵包一個麵包其實佢嚟自一啲唔同嘅乜嘢嘅成本呢？例如麵包店裏邊嘅成本可以係一啲電器嘅費用，可以係一啲嘅租金或者嘅材料。咁我哋會俾一個預習佢。當佢哋去買麵包嘅時候，佢哋會去考慮啲咩因素呢？佢哋會考慮嘅係價格，而最尾我哋見到佢哋唔係幾考慮嘅係材料係咪天然，有冇含呢個嘅添加劑。喺常識科裏邊，老師會透過 CNS 嘅思維技巧，讓佢哋明白到原來每一個抉擇都會帶嚟唔同嘅後果㗎。喺中文科裏邊，我哋用同樣嘅一啲嘅概念同埋思維技巧，讓佢哋思考下，原來作者用山泉水同埋自來水究竟有啲乜嘢好處，同埋有啲乜嘢嘅局限呢？為咗更加深刻，讓佢哋明白每一樣嘢都有佢嘅抉擇，所以我哋俾一個創意活動，就係佢哋要做一個麵包老闆啦。咁佢哋會有唔同嘅身份角色，有啲係會做最健康嘅麵包，有啲會做最賺錢嘅麵包，有啲會做最吸引嘅麵包。佢哋喺唔同嘅身份當中，佢哋要決定一下，原來做一個最賺錢嘅麵包，應該要抉擇啲乜嘢呢？首先，我哋以呢一個嘅最香甜嘅麵包為例，同學仔佢哋就要諗下，如果我要做一個最香甜嘅麵包，可能就要加啲人工嘅香精、人工嘅蜂蜜，所以你會發現個價格裏邊相對會比較平啲。咁佢哋就會去抉擇一下，究竟我會俾一啲乜嘢嘅材料落去呢？而當中我哋喺常識科裏邊會有一個嘅學習遷移，佢哋會係選購唔同嘅麵包翻嚟去做一個小實驗。發現唔同嘅麵包，佢哋發毛嘅時間都會有唔同㗎。跟住我哋就會引導佢去睇下，原來每一個麵包當中都有唔同份量嘅防腐劑。咁佢哋就會開始留意到，原來喺生活當中唔同嘅麵包，佢哋嘅添加劑嘅數量會有唔同啦，亦都影響到佢嘅價錢。喺呢個活動當中，亦都有效地去提升學生喺抉擇嘅時候，應該要諗清楚乜嘢係需要，乜嘢係想要。喺經過頭先嘅活動裏邊，我哋跟住有一個嘅學習遷移嘅反思，俾翻佢哋嘅課前嘅預習佢哋睇翻。我哋發現到原來佢哋嘅態度都有所唔同嘅喎。由開始佢哋唔太重視呢啲材料係咪天然，到而家佢哋會作為一個首要嘅決定條件。喺中文科嘅寫作當中，我哋結合翻故事嘅情景，安排一個有意義嘅寫作。我哋安排咗2條嘅作文題目俾佢哋。希望佢哋代入到一個嘅故事，讓佢哋明白到點樣去作出一個抉擇。
而喺跨課程閱讀裏邊，聊書嘅活動亦都相當之重要㗎。剛才我哋有分享到第2層同埋第3層嘅圖書係讓小朋友可以自由去借閱嘅，而我哋喺課堂裏邊都好鼓勵同學仔喺就住呢個主題底下能夠分享多啲閱讀嘅所得。最後佢哋喺英文科裏邊會進一步讓學生去鞏固一下購物時應該考慮嘅因素，所以佢哋會去諗下購物嘅時候應該想要啲乜嘢同埋需要啲乜嘢。而喺呢個練習當中，你會見到佢哋會去諗一諗，幫媽媽或者幫屋企人佢哋去買一個聖誕禮物嘅時候，究竟佢哋要考慮啲咩因素呢？當學生上完中文、英文常識嘅課堂嘅活動之後，佢哋會去圖書館裏邊同埋我哋嘅課室借閱第2層同埋第3層嘅圖書。當佢哋睇完呢啲相關圖書之後，會翻嚟課堂進行一啲嘅聊書活動。佢哋會去分享一下佢哋睇到嘅一啲心得，希望可以擴闊到佢哋嘅閱讀量同埋閱讀面。喺呢個跨課程閱讀底下，我哋最有特色嘅就係希望可以強化到品德情義嘅培育。我哋融入咗知情行兼備嘅情義教學模式。你會發現到我哋喺課堂裏邊，佢哋學到好多唔同嘅價值觀。我哋好希望透過親子讀書會一啲環境嘅氛圍，或者我哋一啲嘅教學策略，希望佢哋可以知情行兼備，讓佢哋實踐到佢哋所學嘅一啲價值觀。以3年級生活多姿彩為例，佢哋頭先喺課堂裏邊學到咗點樣了解到正確嘅飲食觀同埋道德觀之外，佢哋都會反思到，原來我哋作出抉擇嘅時候，應該要多角度思考。最後，我哋會有一個實踐嘅活動，讓佢哋可以喺生活當中實踐呢一啲嘅價值觀出嚟。佢哋會進行一啲嘅精明嘅抉擇。喺過程當中，佢哋真係去到生活嘅唔同嘅地方，去買一啲佢哋生活所需。例如喺呢一個活動當中，佢哋去購買零食。佢哋會去比較唔同嘅牌子、唔同嘅公司、唔同嘅營養價值，得出嚟嘅結果，你會發現同學真係能夠從多角度去思考，去明白到原來健康飲食係需要多方面嘅抉擇，先至能夠令到我哋有一個健康嘅生活。親子讀書會係我哋學校嘅一大特色，我哋一班熱心嘅家長會籌組一啲嘅讀書會嘅活動，讓我哋學校嘅親子可以去參加。就住頭先我哋嘅主題，獨一無二嘅麵包讀書會就係其中一個非常之精彩嘅活動。佢哋會帶領我哋嘅學生去到我哋嘅麵包廠製作唔同嘅麵包。喺製作麵包嘅過程當中，佢哋深深體會到做麵包嘅辛勞同埋堅毅。我哋學校好希望可以營造到自主嘅閱讀文化。首先，自主就係學生可以能夠自己去閱讀，而呢個月大家發現到我哋好希望能夠好開心咁樣去閱讀。我哋學校嘅推行閱讀嘅現況，我哋唔同嘅持份者都會去參與㗎。當中我哋嘅家長亦都會籌劃咗一個親子讀書會，去帶領我哋嘅學生一齊去參與唔同嘅讀書會嘅活動。首先，我哋講下班級讀書會。班級讀書會會由班主任去帶領，佢哋會讓小朋友去閱讀唔同主題嘅圖書。我哋會提供一啲嘅聊書卡，去照顧學習嘅多樣性，讓唔同能力嘅學生亦都可以進行一啲深度嘅聊書。而我哋學校亦都優化咗我哋嘅閱讀環境，營造一個閱讀嘅文化。包括我哋圖書館係以海洋為主題嘅，學生可以輕輕鬆鬆喺我哋嘅圖書館裏邊進行一個閱讀。我哋學校會喺唔同嘅樓層擺放咗學生嘅繪本作品。好希望能夠展現到學生喺學習嘅過程當中，佢哋自製嘅繪本，亦都讓我哋同學仔可以做到互賞互評嘅效果。而其他閱讀嘅配套，我哋有閱讀大使、閱讀滿分計劃同埋班級讀書會，希望可以從唔同嘅層面去幫我哋唔同能力嘅學生去進行一啲深度嘅閱讀。我哋學校亦都善用咗家校合作嘅契機，籌組咗親子讀書會活動。喺唔同嘅活動當中，我哋有夜宿圖書館、5月木棉飛讀書會，甚至我哋會外出去到郊外進行夜探螢火蟲讀書會。喺過程當中，學生非常之享受閱讀嘅樂趣。我哋總結返跨課程閱讀嘅成效。喺完成呢個課程之後，我哋好睇到學生嘅閱讀動機同埋能力係有大大嘅提升。從我哋學生嘅繪本當中，我哋見到小朋友好享受佢哋嘅寫作，
亦都明白到佢哋係真係了解到主題當中嘅一啲情意同埋一啲嘅反思。呢個課程係好能夠提升到學生嘅閱讀嘅廣度同埋深度，同時間豐富到佢哋學習嘅經歷。最後，我想總結一下我哋呢個跨課程閱讀嘅特色。喺剛才我哋一啲嘅例子裏邊，我哋知道原來閱讀係有焦點同埋有深度嘅，亦都我哋貫穿咗唔同科目嘅知識嘅連結，結合生活嘅一啲情景，希望佢哋亦都可以有一啲嘅自我反思。喺我哋嘅家課裏邊，或者我哋延伸嘅課業當中，亦都係安排一啲有意義嘅學習。喺呢度，我想借助謝錫金教授嘅意見，佢表示越投入課堂嘅學生，佢嘅閱讀興趣亦都會越高，閱讀表現亦都會越好嘅。所以我哋跨課程閱讀裏邊，我哋見到我哋能夠提升到我哋嘅同學仔嘅興趣，佢哋嘅閱讀動機亦都相對提升，同時間投入度亦都非常之強。喺呢個課程裏邊係有效提升到閱讀嘅深度同埋廣度，同時間能夠豐富到佢哋嘅學習經歷。我哋嘅願景希望我哋嘅學生能夠多閱讀、會閱讀、愛閱讀，最終能夠成為到自主閱讀者。喺呢度，我想藉住今日嘅分享，帶俾前線嘅老師一啲嘅點子，可以進行一啲跨課程嘅規劃，同埋營造校內良好嘅閱讀氛圍。多謝各位。